迄做人介好啦，拢要奉惊喜啦，多谢你介绍啦。上云阿公伊也想要出国去散心一下啦。人阮迄行程拢安排好势安尼。好啦，恁两个就好啊去死了，去耍啦，哈哈，拍算去倒耍？正拄啊好，阮两个拢紧着晒班豆啦。听讲迄日头若要落山的时阵倒来迄沙坡安尼散步，拢无人来叫了，迄景致偌水的呢而且听人讲遐足罗曼蒂克的啦。搁有阮抓定位，拄好有一团就欠2位，阮两个一补，就会当随出发啦呢。才想要即马就飞去佚佗。我就知，少年的命，恁会下啦？行的啊，恁那面相敢若无啥好看。哪有恁两个就好啊去耍啦，去迄放晒豆好啊耍啦。说啊，是晒班豆。对啦，晒班豆啦，都想讲闹节奏叫放晒。到底是安那啦？电话拢无食，找你找甲有要紧的代志要甲你讲啦。是啥物代志遮尔紧急啦？哎呦，落迄新闻啦，新闻讲迄晒班豆火山要爆炸啦，迄伤危险，你莫去啊！哎呦，但是迄上分真期待呢，我男子汉大丈夫呢，我哪会用个失约啦？火都要喷出来，你讲安尼讲。你是看我甲别个查某人出国去佚佗，遮尔受气哦？哪会？爱轻做恁去去啊！我是想讲迄火山爆炸安尼喷出来危险吗？若有机会去看卖火山安怎喷嘛袂歹啊！无亲像有诶迄火山休眠，修有够久诶，嘛唔知影佫会喷啊袂喷呢？我得甲你讲真经的，你当做我咧讲算笑无换来关岛啊！讲遐边啊有迄个什么天体岛讲大家拢安尼伫安尼烫光光安尼放互自然偌好诶咧。天庭迄都无穿衫呢，迄到时阵火山爆炸了就是地动啦，地动了就是海啸，海啸一冲过来，哎呦！跳起的时阵拢无穿裤啦，咱来看口。你嘛真奇呢，爱我去的嘛是你，这无爱我去的嘛是你，你有够搞怪的你。我哪会去爱着一个这尔搞怪的查某人？但是太可爱啊，互我甲甜一世人啊！喙齿遐厉害，敢若要硬吹硬气，提起来惨啦！